香港有好多老人家，其實每年咧就5個有1個係會跌親嘅。防跌呢樣嘢咧，對一啲比較窮困嘅老人家咧係好重要嘅。呢個係樂施會其中一個扶貧計劃。本身咧隻腳做咗手術，平衡唔好嘅，咁亦都跌過。參加咗呢個班之後咧，我就發覺咧強化翻對腳，減少跌嘅機會。咁啊，識多啲即係朋友啊，交際網啊會擴闊啦，等我哋嘅孤獨感冇咁厲害啦。舊年試過隻腳痛得好緊要咧，真係行唔到，打政府醫院咧打極都打唔到，咁啊私家我都睇過都唔得。參加咗之後係好嘅，起碼知道隔離左右有嘢會碰撞啊，你自己會防備下咯。樂施會有一個前瞻性，去知道咧防跌係可以幫到大眾，咁亦都可以幫到窮嘅老人家。即係你問我有得再落去，梗係希望再落去啦。佢都好 keep 住跳舞都係其次嘅，透過跳舞開心嘛。